放下批判，放下成見，邀請大家嘗試每日花1分鐘專注喺自己身上，令世界更美好。Hello， 大家好，歡迎收聽靜心1分鐘，我係主持 Tanya。話咁快，2025年踏入5月，轉眼間過去呢段時間，原來我自己都好俾心機咁樣出咗8集咁多。對上一集出街，原來已經係1個月之前嘅事。唔知你哋嘅4月份過成點呢？我嘅4月發生咗好多大大小小嘅事，好似過山車咁款，有正面都有負面嘅，有啲情緒仲需要啲時間去梳理。另外就係身體上出現唔同嘅病痛。呢一集本身係想4月中錄音，但中間有段時間把聲聞到一個點，再加上喉嚨痛，基本上講一陣嘢已經好唔舒服，所以呢一集一直拖到而家先至有時間的起心肝去錄。話說我之前份約完咗，而家又要開始揾工啦。每一次諗起要重新揾工同埋面試嘅時候，個心都表示好攰，好想休息下。同時間內心都有股聲音同自己講，係咪想繼續過呢一種嘅生活模式？如果唔想嘅話，我又可以點樣開始去改變呢？今集想探討嘅主題係：你鍾唔鍾意改變呢？又或者你係咪鍾意跳出舒適圈嘅人呢？前排睇咗少量同 comfort zone 有關嘅影片，第一次聽到有人形容舒適圈做 habit zone， 同時間都解釋咗我哋習慣咗嘅嘢其實未必係代表舒服，反而呢一樣嘢係同我哋對於嗰啲人事物嘅熟悉感有關，下意識地覺得呢啲熟悉感先係合理，以至於我哋會一直停留啦。甚至明明離開咗，但都會繼續選擇返去呢一堆人事物。咁點解我哋大部分人都會願意選擇停留喺完全唔舒服嘅舒適圈呢？原來好多人對於未知恐懼嘅力量大於已知嘅痛苦身上。有冇發現我哋好多時候都會有想改變啦，或者踏出舒適圈嘅諗法？但往往我哋都會俾唔同嘅藉口自己，又或者對自己冇信心，甚至乎因為身邊嘅人嘅意見而掩蓋咗自己內心嘅聲音呢？另外一位廣為人知嘅脊骨神經科醫生 Dr. Joe Dispenza 曾經都提出過，我哋嘅大腦係有2大特質。第一樣，大腦係唔鍾意改變。所以都解釋到點解人會鍾意黐住同過去又或者一啲舊有嘅模式而拒絕選擇改變。但其實呢啲感覺往往都係大腦製造出嚟嘅假安全感。第二樣係大腦具有神經可塑性，亦即係表示大腦其實係具備改變嘅能力。係咪好矛盾呢？咁既然大腦原來係有咁嘅特質，而我又真係想改變，想踏出舒適圈嘅話，可以點做呢？係咪要一下子嚟個180度嘅轉變先叫做改變呢？咁又唔使咁誇張，一定要即刻嚟個180度轉變先叫做改變嘅。我哋可以由最基本提升神經可塑性嘅事項開始做起。以下呢度有12樣事項俾大家做參考，包括藝術創作、玩一啲邏輯遊戲，譬如好似數獨、逆向思考練習、需要平衡同埋專注嘅運動，就好似瑜伽、寫日記、烹飪一啲新菜式、跳舞、同園藝有關嘅事項、複述同教學、規律嘅睡眠、減少 multitasking 同埋嘗試新路線。
前排我都有嘗試透過每日學習一句新嘅法文句子，又或者上網研究唔同嘅絲根綁法，並且將佢哋運用喺日常工作之中，都係一件幾有趣嘅事。同時間都會慢慢令自己想去嘗試更多，學習更多唔同嘅內容。希望呢一集能夠幫助你哋嘗試踏出舒適圈。相關嘅影片內容我會放喺 description， 有興趣嘅朋友都可以 click 入去睇一下㗎。唔好咁快行開住啊，有時間可以聽住完成埋陣間嘅靜觀1分鐘。靜觀1分鐘。歡迎嚟到靜觀1分鐘環節。如果未接觸過靜觀嘅朋友仔，建議一開始可以選擇喺比較安靜嘅環境下進行。透過靜觀，我哋會有意識咁將專注力放喺觀察自己嘅呼吸上。一開始你可能會覺得呼吸好凌亂啦、急促又或者唔暢順嘅。當你靜落嚟嘅時候，你會感受到呼吸嘅唔同狀態。呢段時間，你嘅腦袋會不斷出現好多零碎嘅思緒，企圖阻止你靜落嚟。我哋可以想象自己面對一條高速公路，而每個思緒就好似一架又一架嘅車喺你面前經過。我哋只需要覺察佢哋嘅存在，再讓佢哋默默地經過，慢慢將專注力放返落呼吸。陣間你會喺開頭同尾段聽到一下鐘聲，分別代表開始同埋完結。而家請各位做深呼吸3次，鼻吸，口呼，再嚟多次，鼻吸，口呼，鼻吸，口呼。恭喜你完成1分鐘靜觀，希望呢1分鐘能夠為你帶嚟平靜、快樂、自在。感謝收聽到呢度嘅各位，歡迎大家 follow、subscribe、like and share。希望大家有個美好嘅一日，我哋下次見，拜拜。